嘿，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0年3月13号。这一期啊，我们继续回聊胡适、胡指挥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是周五啊，果然啊，胡适又碰上了黑色星期五。当然了，不光是胡适啊，最近全球股市啊都是一言难尽啊，全球股市风雨飘摇啊，很多人开始慌了。不知道胡适的小散们心脏还能受得住吗？我看了一下啊，这胡适早盘好像还要对吧，要往上弹呢，反弹，结果这个没坚持一会儿，帅不过3秒啊，到了下午就一直在跳水，直接把指数拉回原形。截至收盘沪指跌0.81%，跌破4100点，深成指跌0.65%，创业板指数跌0.22%。不过这两市的成交额还是可以的啊，成交量是2.4万亿，这个基本上还说明比较活跃吧。虽然比昨天少了400多亿，但是个股那可是跌多涨少啊，也就是散户又买单了狠狠的买单，1500家上涨，3828家下跌。所以自从这个2月28号以来也就是这个特朗普不着调的对伊朗发动打击以来咱们胡适都是这个特点，散户就是跌得多涨得少。你看指数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4000点以上，4100点，但是这个散户恐怕已经少则5-6个点没了，多的恐怕10%都没了，20%。有很多人今年是白忙。大家还记得这个年初那个什么10几连阳创破纪录的小散户在那个时候赚点钱，现在全部吐回去了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在吐槽新浪财经帖子叫3大指数全天冲高回落，集体收跌。证券时报午评是沪指跌0.22%。有很多网友我看这个评论说全球股市风雨飘摇，很多人开始慌了。还有网友调侃说恐慌指数急升，大势有难。散户的心情也是早上还幻想着化工股起飞，结果下午就盯着 K 线叹气垂头丧气，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个行情也是电风扇行情热度持续个1天2天的，你如果不是提前埋进去那基本上是你要追高都是赔钱。有网友自嘲炒股炒成股东，亏钱亏成韭菜，又绿了，饭钱都没了。微信群里哀嚎一片，内资净卖出916亿元，北向资金不披露，不明摆着坑人吗？这个时候中东局势也是搅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油价暴涨，全球避险指数上涨，对吧？隔夜美股也是大跌1.5%以上，道指创了年内的新低。所以我以前就说小散户炒股不容易对吧？你天天研究国家政策，研究行业政策，再研究股市这些什么利好，证监会又立案查处谁谁谁，天天关注。但是你防不住特朗普对吧？特朗普在伊朗搞一下，你看看防不胜防，对吧？你也防不住什么穆杰塔巴植物人了对吧？还出来发一个声明，一下这个油价又剧烈波动震荡。你说你小散户炒个股容易吗？对吧？谁都能拿捏一把。有很多网友上班摸鱼看盘，下班复盘到深夜，把股市当第二职业。结果呢，我们再看看这个美股这个高盛他昨天说他说一旦伊朗冲突结束，美股即将掀起逼空狂潮，也就是报复性的上涨，大概这个意思这高盛的交易部门表示美股市场人的对冲基金的空头头寸已达到近3年半新高，一旦出现伊朗战争结束的利好消息，可能引发大规模空头回补，并推动美股行情狂飙。高盛的数据显示，在伊朗冲突爆发后，投机性投资者在个股上基本保持了看涨头寸，同时通过做空交易所交易基金就 ETF 和股指期货等产品来构建对冲仓位。高盛的机构经济团队称，目前美股的空头头寸已达到2022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这空头一旦这个在美伊战争结束，那么它后面恐怕它就要回补因为它都是做空嘛，它要回补的话就会导致这个美股要报复性上涨。但是这是高盛说的这种动态反映出市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战争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信贷和人工智能仍存担忧。不过，高盛美洲股票执行服务主管兼合伙人弗罗德表示如果出现利好消息，将会促使投资者解除这些对冲，从而可能推动美股大幅上涨。弗罗德的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出现一条宣布冲突结束的头条新闻，你可能会看到指数大幅上扬，可能直线飙升2%。
至3%，其中大部分将是宏观产品平仓。如果2%、3%也不算多啊，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微软市值5月内蒸发1万亿美元。微软股价过去有几个月持续下滑，作为美股七枝花之一，对吧？科技股七枝花之一嘛，微软这5个月啊，股价一直在下跌，市值蒸发了1万亿美元。3月12日美股收盘，微软股价下滑 0.75% 至401.86美元，市值为2.98万亿美元。而在去年10月底，微软股价峰值为540美元，市值约4万亿美元。不到5个月，微软市值蒸发1万亿美元。部分机构近期下调了微软股票的评级。2月份啊，有人将这个微软股票评级从买入下调至持有，目标为430美元。至于什么原因，我也不管了，我只说微软这个科技股啊，就我想说的是，即便在美股这样的市场，对吧？相对规范，监管非常严格，对吧？你不敢在美股那儿整市啊，你中概股在美股整市，人家马上就找上门了啊，开始查了 IPO 啊，对吧？拉高出货。但即便是在美股，散户炒股也不容易啊。你不要说最近美股在跌了，对吧？你即便是去年买的，你要买了微软，那你也得赔钱。在美股这样相对透明啊、监管比较严格的这么个市场，散户赚钱也不容易。那何况咱们胡适，对吧？专以坑蒙拐骗、专以割韭菜著称的地方，你还想在里面赚钱，这是白日做梦啊！不要说普通的散户，就是有好多牛散，就是很多网友啊喜欢津津乐道的，而且以风向标，对吧？你比如说叫陈小群吧，我经常在网上刷到好多评论，这不是牛散吗？对吧？他不是风向标吗？他进哪只股票，那只股票就要涨停，好多人就跟着后面买，就这个叫陈小群的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2个月没有消息了？我记得咱们节目有一次介绍过的，他已经被盯上了。最近又有传言啊，说这个陈小群呢可能要被罚款30亿，我不知道他赚了多少钱啊，对吧？陈小群这个还是传言，那徐翔呢，对吧？这个10几年前的大佬徐翔说这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即便有一些人通过各种手段在股市里面兴风作浪，对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股市里面赚钱，那都是有命赚没命花，都是先放你那搁着，到时候乘以2乘以3拿回来，你就这个命。对，所以不要看那些人啊，不要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这个股市里面的交易者啊，是由这些散户亏损累累的散户，加上个别的这种神话的人物，比如说徐翔，比如说陈小群，还有什么张建平啊，这些人啊，实际上这些人他已经身不由己了啊，等待他的，对吧？要么就是巨额罚款加铁窗加缝纫机。如果你把这些神话标杆式的人物都去掉，最后就变成都是亏损了，对吧？亏损累累的散户。这就是我们胡适啊36年的成绩。36年来多少散户参与了，多少人参与胡适，但是你能看到多少人赚钱了？胡适有没有制造一个阶层？我在以前节目说过，房地产好歹还制造了一个中产，那虽然中产现在不咋地，对吧？中产没有现金流了，中产的房子也在贬值，但是房地产好歹是造就了一批中产。你胡适呢？胡适有没有产生一个阶级啊？没有啊，也不能说阶级，阶级这个词用的不对啊，就是一个阶层，对吧？一个富裕人群，没有啊。胡适只富裕了谁呢？只富裕了大股东，对吧？所有拿着钱去交易的这种散户或者其他的机构，没有从胡适赚钱，你都是去做贡献的。这36年的真相难道看不明白吗？说有哪个群体是在胡适致富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不算，明白吗？那人家是镰刀。房地产现在大家都在骂他，对吧？但是房地产好歹制造了一批啊，你比如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对吧？毕竟有很多人买房，他致富了，占到便宜了。现在把他房子一算，怎么这值个500万、800万的？但是你要靠他赚工资攒，那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胡适有多少人参与了？他连这样的成绩都没有，对吧？只是付了极少数寡头，就是那5000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二股东。他们自己的上市公司啊，他就是从自己的公司，他就是从成立开始到破产清算，这一路上所有挣的钱都不够他在胡适，对吧？他一上市之后随便抛点股票，对吧？这能赚10几倍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削尖脑袋要上市啊。这里就不多说了啊。我觉得最近啊，或者是就是你去年9月份就是第4个季度你买美股的，恐怕现在也是稀里突突的没赚到钱，甚至很多人在赔钱。也就是说，即便美股，对吧，都不能保证你说能够顺利的赚点钱，就不要说胡适了啊。胡适这个那绝对的是
专坑韭菜的啊，专割韭菜的地方。我们再说说今天啊，这个新浪财经315投资者保护论坛，在这个论坛上面呢，这个知名专家就刘继鹏啊，这个视频我就不放了啊，他在论坛上说啊，大概意思啊，他说，你说印度的股市为什么也这么牛？你说咱们搞了36年，人家印度股市呼呼对吧？韩国咱们比不过那就算了，韩国股市也很牛啊，别看它现在好像震荡比较剧烈。好，印度咱们对吧，一直瞧不上呢，怎么印度的股市也强呢？好，这个刘继鹏就说了啊，他说啊，必须加大退市力度，前提是建立健全赔付制度，让作恶者承担应有责任，切实保护散户投资者利益。刘继鹏指出啊，当前退市制度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赔付机制尚未完善，要加大退出力度。但是退市的前提一定要把赔付制度建立起来。在刘继鹏看来，散户作为信息不对称的弱势群体，在上市公司退市过程中往往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建立专项赔付基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的损失，维护市场公平。在谈到印度股市今年为什么这么牛，对吧？刘继鹏认为啊，与印度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密切相关。我也能体谅刘继鹏啊，他恐怕也只能说到这儿了。我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对吧？就是表层、中层，然后底层或者叫深层三个层面。这刘继鹏也只能说到中层，对吧？深层的不能说了，再说他就以后永远说不了话了，没有说话的资格了，对吧？很多这个经济学家学者还没说到深层的，对不对？还没出到那个边儿呢，就已经被禁言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也能体谅这些人呢，他是没招啊。那咱们是自媒体，所以说的稍微这个宽泛一点，是吧？归根结底是咱们这个5000多家上市公司啊，每一家后面都有个神仙，你让他退市，那神仙不答应呢。这么说有点过分啊，就是好像100%的这样，其实不是啊，就是大部分，咱们只能说大部分，不能什么东西都那么绝对啊。就大部分上市公司后面都有一个神仙，这个神仙村长也不一定搬得动啊，说不定这后面神仙就是村长本人都有可能。村长就像孙悟空嘛，打妖精就是打这些对吧？违法犯乱纪的这个上市公司，但是每次一打的时候，后面就对吧？太上老君来了，或者什么什么来了，大圣助手，大圣手下留情，对吧？这是我的坐骑，一样的啊，对吧？你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你谈其他的都是扯淡，都是说给那些盘们听的，都是说给那些散户啊、那些赌徒听的。赌徒一听之后，对吧？感动的痛哭流涕啊，对吧？这制度这么好，一心一意为我们，对吧？为了我们这个炒股，这是操碎了心呐，天天日理万机的。他就不知道这些盘们啊，这些赌徒就不知道，正因为他们日理万机，所以他在赔钱。你看美国那个对吧？证监会，人家就很轻松啊，人家也没那么多人，是为啥呢？他们不日理万机。所以现在更可气的是，连印度啊，人家都搞好了，你说找谁说理去吧？叔叔能忍，婶婶忍不了，对吧？连三哥股市都搞好了，是不是啊？三哥一只手就能把股市搞好。在我看来啊，如果严格的实行这个退市制度，加大退市力度啊，这样就会导致很多上市公司它不上市。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公司它上市吗？就因为一旦上了就很难退市。那我在这么多年里面，我就有办法把钱赚回来。如果你看加大退市力度什么意思？我今年上了，明年就退了，我还没来得及捞呢，对吧？我这股票还没卖出去，给我退了。你知道一个公司上市要花多少钱，对吧？保荐费用、辅导费用，给券商、给会计师事务所、给律师事务所，还有补税。一个公司要上市的话，它要补税，然后给员工补那个社保，给员工补发奖金，欠员工的都得补齐。就是你上市的时候要干干净净，没有一点麻烦，没有一点瑕疵，就理论上是这样。所以说，有的公司啊，民营企业它上市之前，这样偷税，对吧？或者是玩叫什么税务筹划，税能少点，然后呢，给员工呢社保能不交就不交，然后呢，给员工呢那工资呢能少发点，就克扣。但是，一旦你要上市，好，你这些账都要补上，你不能有任何麻烦。所以，那这个都要花钱呢。我这说的还是相对比较这个正向的啊，只是补。还有的上市公司的，他为了上市，他不就造假要做业绩嘛？做业绩他就得买量，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刷单假业绩，那这个都要花钱的，真金白银啊，把银行贷款变成利润，变成应收账款。完了之后，你实际上你今年没做到10个亿，你只做了1个亿，但是你偏要说你做了10个亿，那做了10个亿，你就得交10个亿的增值税啊，这玩意你少不了啊，所以吭哧，要交增值税去了。你增值税一交，那你不还有盈利吗？盈利你要交这个所得税，一大堆的。你想想吧，你造假，你把你的对吧虚胖，你为了虚胖，你真的付出成本了，税你就多交多少？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上市公司它为了上市啊，它是要花巨大代价的。完了这一上市，结果1年没到它就退市了，那
那你说他亏了吗？他找谁去呢？如果这个成为常态啊，就是你不行就退市，那就很多人他就掂量掂量，我这水平别去了吧，对吧？浪费钱吗？所以说啊，确实要加大退市力度，这没毛病啊。你可以搞注册制，对吧？就是你像美国一样，注册制像配套的就是退市，对吧？你有进有出啊。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一年才退多少家？几十家、100家都还是少，叫应退尽退。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同这个观点啊？也就是如果加大退市力度，就让这些抱着侥幸心理啊，像上市 IPO， 然后就叫财务自由，对吧？上市割一把，这种公司就基本上就少了。而我们现在大部分企业啊，那都是为了上市割一把，人家成立之初就是为了上市来圈钱。所以说啊，刘继鹏啊，他也不能说深层次原因，对吧？或者是深层次原因他不觉得是原因，也有可能啊。所以说你提这些建议都没什么用。最后我们再聊一聊胡一静老师啊，这胡一静老师最近这2天可是累坏了啊，好久都没这么兴奋了，为他的老朋友伊朗，为这个教士集团，为这个哈梅内伊，对吧？这个2代，有人说哈梅内2，穆吉塔巴是哈梅内2，为哈梅内伊一家2代人也操碎了心啊，鼓起腮帮子替他们吹啊，同情他，共情，对吧？他这一天至少发2、3个、3、4个微博，都是长篇大论，都是论证啊，美国不行了，美国陷入了战争泥潭，美国炮弹不够了，美国一片大乱。然后呢，伊朗这边形势一片大好，伊朗越来越团结啊，伊朗现在反击美国是有理有节啊，打的是有模有样啊。伊朗现在封锁了霍姆斯海峡，美国是一点脾气都没有。那个美国的那个航空母舰又起火了，说明美国不行了。这个胡一静老师充分的发挥了他这种啊叫特长，这个绝对是特长啊，就是颠倒黑白啊，指鹿为马，对吧？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反正他多说几遍你就信了。盘们能信呢？只要他不停的重复嘛，那盘们就信了。他今天发了一个微博说，美国又有一架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坠毁，这都是这个伊朗人民取得的这个胜利，而且都是那个新领袖穆吉塔巴应该叫领导有方指挥有方，就这意思啊。然后就是这个昨天胡一静老师发的叫世人就全世界的人世人就包括你我，世人等了3天的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第一份讲话，于北京时间周4晚上公开发表了。他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强硬，表示伊朗不会放弃复仇，而且作为施压工具，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说，中东地区所有美国基地都必须关闭，否则将会遭到攻击。这个胡一静老师这是他的这个基因里面就是长期的这种训练之后就刻到骨子里面，一张口就要代表一批人，代表对吧？大国人他已经觉得不过瘾了要代表亚洲，代表了亚洲之后还不过瘾，现在代表世人，我全球，你知道吧？世人，他说世人等了3天，我不知道谁等了3天，谁在乎穆吉塔巴死活总之他对吧？他就是现在活着，他马上要死，我不知道谁只是在等着穆吉塔巴讲话，好像这个世人全球的人都等着穆吉塔巴，你不讲话，这地球都不转了这明天太阳升起不升起都不知道了，这家伙事大了，对吧？这就是胡一静老师这种人，他张口就一定要代表一批人，现在代表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广泛。我不能排除这胡一静老师他是等了3天，他天天在这盼着，对吧？这个他的心目中的大英雄穆吉塔巴哈梅内2，对吧？横空问世，骑着白马，对吧？驾着什么五彩祥云，对吧？来到胡一静面前说，孩子跟着我一起去反美。这个胡一静老师他自己也说他说这个讲话是由伊朗电视台一位女主播宣读的。与此同时，伊朗官方在电报频道上发布了一张声明的图片，图片上显示了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签字的笔记。这个我就说明我今天节目说了嘛，就是趁这个在 ICU 病房这个穆吉塔巴哈梅内2眼睛皮子动了一下，因为从植物人状态感觉好，赶紧把他手摁住把那印泥人打开，对吧？给他摁上了，然后穆吉塔巴又晕过去了，怎么叫也没反应，对吧？只有心电图的声音，大概就是这样的。这我想起了像极了这个很多人对吧？在老太太要死之前，赶紧把他手摁住，快说密码是啥，对吧？哪儿还有钱，对吧？这个是拉着这个穆吉塔巴的手，赶紧按手印。所以这个胡一静老师这2个微博我就不念了也非常有意思一边痛批特朗普心虚，说特朗普心虚了特朗普一会儿说你炸无可炸，特朗普宣布赢了，一会儿现在一看穆吉塔巴这个义正言辞的要对抗到底，特朗普心虚了，然后说美国以色列发动了舆论战不可信，一边吹捧伊朗的韧性和穆吉塔巴的强硬声明，仿佛伊朗就是中东的抗美英雄。实际上你仔细看一看，大家都知道胡一静老师现在已经陷入一个怪圈，就是为了反美而反美，已经反得失去理智，为了反美而去亲伊朗
朗政权，但是掩盖不了这个胡锡进老师骨子里面他是亲俄的。为什么呢？这个咱们的实话实说啊，他年轻的时候学的是俄语，他好像应该去过俄罗斯，在俄罗斯留过学，有没有留学我不知道，反正年轻人跟俄罗斯的非常紧密联系啊。你要想想，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或者青年时期，正是他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时候，他接触的最多的是俄罗斯，那他骨子里面亲俄，这是符合逻辑的，对俄罗斯有一种美好的这种，对吧？这种向往，那再加上那个年代，对吧？那各种美化，但是很可惜啊，胡锡进老师他的反美啊，他不是基于事实的分析，而是基于情绪，是一种条件反射，是一种意识形态狂热加流量收割的产物啊，就像一副逢美必反的狗皮膏药，贴得太久，自己都信了。他居然相信什么啊？伊朗的无人机击中了林肯号航母，他还把这个比喻成什么，对吧？在那个白宫的墙上糊上了什么我在五角大楼啊墙上糊上了狗屎，泼了屎尿，那意思就是啊，危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连这个他都信，也就是他选择性相信到了什么程度了。但是只要一说美国很厉害啊，那他就一定要去用他这个那些残存的啊、残缺不全的这个新闻知识，对吧？专业知识要去验证。但是伊朗的宣传呢，就是照单全收。胡锡进大谈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舆论战，声称特朗普的胜利宣言不可信，伊朗的战果虽夸大，但韧性惊人。就是他一边说啊，伊朗的战果也有夸大，但是伊朗韧性惊人，也就是更可信啊。这个特朗普一天到晚说胜利啊，特朗普说的这些东西都不可信。胡锡进老师他确实，我也不知道他是装糊涂还是他是真糊涂啊，就这一块，大家为什么对伊朗是不相信呢？我们平心而论啊，特朗普说话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叫不靠谱，早上说的晚上不承认，颠三倒四。但是我们为什么宁愿会相信美国呢？那是因为美国它相对透明，咱们也不要说太绝对了啊，叫相对透明。美国它有监督 CNN 对吧？华盛顿邮报这些东西它天天监督特朗普，特朗普会撒谎，但是美国整个的对吧舆论它有真的有谎言。那也就是说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从美国的报道里面你能找到真相，当然你也有可能看到是假的，咱们这么说是比较客观的。尤其美国的一些大的媒体啊，它怎么说呢？它是尽量避免造谣，因为人家都是100年200年的对吧？这种信誉啊、媒体啊、公信力啊，是吧？他不会拿来开玩笑。但是凡事不要绝对，所以我说啊，如果你愿意找的话，你在美国媒体报道监督里面你能找到真相，对吧？他不一定说人家说的都是真相啊。但是你在伊朗媒体你能找到吗？你在伊朗的媒体里面能找到半个不字吗？这就是胡锡进老师他理解不了。所以伊朗任何宣传那都是个笑话，没有任何价值，就是为了宣传而宣传，就是笑话。但是美国的，你说美国那叫宣传也可以，对吧？你非说它是叫舆论宣传也可以，但是你从它的宣传舆论里面你是能找到真相的，对吧？人家自己揭发说那个伊朗的那个小学女子学校是美国战俘导弹炸的，但是你在伊朗那边你能找到这样的新闻吗？你看不到的，对吧？这就是区别。所以这个导致大家都愿意相信美国，对吧？因为你在美国的媒体里你能找到真相。相信美国不一定说相信特朗普啊，特朗普的很有可能是，对吧？胡咧咧，叫比忽必烈多一列，叫胡咧咧。所以说特朗普一说美国赢了，那个胡锡进老师马上跳起来打脸。但是伊朗声称击落美军加油机啊，什么打中了林肯航母，对吧？也是给美军造成损失，打死打伤500多人，这些东西啊，那个胡锡进老师从来不质疑的啊，完全照单全收，就默认这是事实。为了反美，胡锡进老师啊，他可以吹这个穆杰塔巴声明振奋人气士气啊，说伊朗政权有条不紊的选出新领袖，导弹反击不断进行，然后还嘲笑这个特朗普啊，特朗普在跟伊朗的斗争中啊，特朗普眨眼了，也就是盯不住了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油价飙升，胡锡进老师把这个称之为叫7寸反击，打中7寸了，我也不知道打中谁的7寸，这个不可否认，对吧？打中了特朗普的屁股，但是打中了谁的7寸可不好说啊，是吧？特朗普的屁股被打中了，谁疼谁自己知道啊，就是胡锡进老师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因为他每月退休金啊2万多正常发。这胡锡进老师一边支持俄罗斯吞并乌克兰，一边反对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然后他反问说，为什么国内有人一边支持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却反对，对吧？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就是把黑白他能颠倒。这就像有的人啊，天天吃屎，他会反问别人为什么不吃屎而吃面条，他理解不了。
所以说胡锡进老师啊，为了反美，硬亲一个神权独裁政权，而忽略了伊朗人民的苦难。年初的，对吧？伊朗老百姓维护自己的权益，神棍政权伊斯兰革命卫队杀了多少人呢？他自己公布的，对吧？也死亡3000多，海外有媒体说是3万，反正人不少，远远比这个美以轰炸造成的死亡多得多。胡锡进老师屁都不放一个，觉得那些人不是伊朗人，那些人死的活该，谁让你，对吧？上街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